我係阿怡，一個38歲嘅普通中女文員。我以為買名牌可以增值我嘅平凡人生，咁但係而家呢，淨係剩低一堆負資產啦。工作壓力大到我喘唔到氣，仲要同拍咗10年拖嘅男友分手。我淨係靠網購嚟麻醉自己。每次碌卡買名牌袋、限量版衫褲鞋襪嗰陣，我先覺得自己仲有啲價值。點知信用卡債越滾越大，還唔晒。我仲唔死心借埋二線財仔同電話數，而家每月還款比我份人工多幾倍嘅。財務公司日日電話狂催，仲恐嚇話要上門淋紅油。夜晚我瞓唔着，望住屋企堆滿嘅戰利品，心痛到想死。我知我病咗，我好想同病態購物講再見，但係二線財仔同電話數好似個無底洞吞噬緊我嘅人生。我真係唔知點樣先可以救自己啊！